要来看台南的铁基路地下化工程，伫咧今仔日来完成全线小接。按算第一阶段伫今年底会先通车，台南车头嘛会来启用新的地下月台。不过全线完工的时程是要延后到2031年。 火车隧道内工人用电工落去下小连起来，这段完成，是铁路地下化真重要的所在。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30完成正式的铁基路小接，隧道内底全面采用辅导闸连续长换光的铁基路设计，嘛结合控制正道的技术，降低火车驶时会真大声。因希望伫今年底会当顺利通车，到时台南车站第先启用新的地下月台甲铁基路。我们会加紧赶工。 我们会赶在今年的年底之前，让台南的铁路地下化正式通车，让台南的都市的这个缝合能够正式的来启动。台南铁路地下化全长8.23公里。 第一面的铁基路拢地下化，迈过加林森站、南台南站等地下通行车站。不过工程推动的过程有拆除空间、污文化资产的代志，加上这几年欠工价不计波动影响，所以进度调整几下摆。原本2016年要完工，第3届修正了后，行政院核定整体工期期间延到2031年。铁道局的同仁非常辛苦，中间要挖到古迹，又有一些地底的涌水，很多。 自然这个景观的这个状况哈，地质的状况都必须要克服，而且这次能够期待如期如职，真的是倍极艰辛。虽然第一阶段地下化通车时间有前到，不过地下铁基路的小接了后，过来就是等地面的铁基路清除，才个进行第2阶段的工程。交通部强调，地下化完成，并交道地当减23个，买当互路桥袂塞车，市府的交通就会较顺。移定工期到底敢有法度顺利，嘛要看后续的进度甲品质控制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